功夫秀，中国功夫男少林五大名拳大会员，台湾拳头会，台湾拳头有加入播放清单了，现在检查播放清单。哦，你看台湾拳头中国功夫男少林五大名拳大会员。有加入播放清单了。那个别的影片，然后整个累积起来，整个播放，全部播放，然后用萤幕录影把它录起来，就是最下面这个55分钟54秒这个。画面比较小。查不到那个注音，不要台湾语言，按字台湾语言辅助系统查注音，台声音查字，但是那个声音不知道。台语的音叫做波，秀那个意思应该要大写。五大名拳太极拳，拿尊啊，是达摩尊者啊，达摩祖师啊，拿尊啊，咏春拳啊，罗汉拳啊。好像还有一个皇后拳还是也是要出场的，还是学习都来参加的，没有啊，是要出场的功力。有空手的，有那个兵器的。有棍有刀有大刀，有上将军有师兄弟，用手机看比较不清楚，用电脑，用电脑看才会比较清楚。用电脑看才会清楚，手机看的这画面小，不清楚。要用电脑看的，用手机看的。
手机看要看另外的影片。北河过去吼，咱黄金雄先生来检查。好多都有在直播嘞，都会有通知，你看。还不知道怎么直播呢，希望能够赶快了解，帮助有缘的，帮助需要帮助者。这个手机看的是这种，这个看比较清楚，也不是很清楚，画面比较大。传回来的影片。好，来，好一个吼，林正南林正南的发群吼，来，咱多谢麻烦一个吼，来。看从抖音然后再传给我，影片都变大，我都没有打完要结束了。还没有打完就结束，播放清单就连续播放了。3刀了，3刀了。好了，谢谢。